俾啲嘢你睇。得啦，呢個係我個客最近買嘅 Birkin 30。唔講你唔知，佢係 Stamp Square J， 即係2006年，我哋標榜佢為98新，因為佢呢度有少少使用痕跡。重點嚟啦，呢個袋只需要86000幾港幣啊！其實好多人成日問我 Clara， 我想要新年份，但係預算又未夠充足。坦白講 ，Hermes 有188年歷史，佢嘅袋永不過時。如果你唔講，冇人真係會打開你個袋睇下裏邊係乜嘢年份。最緊要個袋睇落去夠新淨、夠挺就 OK 啦。當然啦，如果你有足夠嘅預算，當然可以揾全新全套啦。但係如果你好似我呢個客人咁樣，想揾超級高性價比嘅，不妨可以睇下啲老年份啲嘅。最緊要佢嘅成色靚，好似呢個98新或者話啲99新嘅就 OK 噶啦。喺度提一提，我哋仲有一個專屬嘅服務，就係如果你喺我哋度買袋，個袋唔係全新，你想啲五金睇落去新淨啲，你有一個特別嘅額外服務，就只需要港幣980就幫你打磨五金貼埋貼紙，令到你好有儀式感咁打開你嘅 dream bag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就可以留言或者直接 PM 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